大家平安，欢迎参加2026年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经典系列讲座。今仔日是3月15，咱的讲者是连玉凯先生，连凯旭先生，是的。伫演讲起稿进前，我来用几分钟绍介咱今仔日的主办单位。咱的主办单位有高雄文学馆、甲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的品牌是台文博览会。咱即摆就来看台文博览会伊3月的活动信息。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课程，阁有读册会，邀请大家做伙来学习台语。咱3月的活动放送站，每2个礼拜拢会有一届，下摆是暗时7点半到9点半，有含作家单类的作品开讲座。咱要庆祝台文通信伊创刊35冬，咱嘛纪念台语的献身者陈雷生。头一个点钟，咱会做伙来读作品，由谢美先生、吴家明先生带领大家来读。第2个点钟会做伙来开讲，欢迎有趣味的朋友会当到高雄的鼎涵册房，这边的 QR code 会当互伊。咱的台语讲座今仔日就是安怎替家己去做语言浸水环境，讲者是连凯旭先生。煞尾拜一3月16有找台语2.0新网站线顶的发表会，欢迎趣味的朋友互为参加。咱伫3月21拜六下晡2点到4点有为无到有的影者新册发表会，对谈者是作者拿春水先生，对谈的是陈金花主编，欢迎有趣味的朋友互为参加。伫高雄文学馆的2楼文学沙龙。咱逐个月第2个礼拜甲第4个礼拜拜一暗时8点到10点有台湾文学读册会。即马咱咧读的是台湾中生代的作家杜胜良先生的小说《放毒》。放毒是以汉罗南写，所摆咱若是无白话字的基础嘛袂要紧，会使做伙来读。咱逐礼拜拜三拢会有找台语读册会，若是已经会晓白话字的朋友，欢迎做伙来读白话字。咱即马伫咧读的是阿凤仪的《5度空间》，伊的作者是张玉红教授。张玉红教授伊嘛是台语白话小词典，阁有中台词典 TJ 中台词典的作者。阿凤仪的《5度空间》，伊每一篇拢用足速格趣味的方式。来甲大家讲白话字，内底阁有 QR code， 会当扫 QR code 听到声音，真适合已经会晓白话字的大人囡仔做伙来学习白话字。阁有咱春天有陈雷乡事簿记读册班，为3月初5到5月28，欢迎随时来加入。陈雷先生是台湾文学真重要的作家。乡事簿记阁是伊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台湾头一本以台湾病部族做重心的大河小说，欢迎大家做伙来读。4月到6月的时阵，咱会筹备拿春水台语小说写作班，详细的资讯会阁公布，请大家期待。咱台文博览会嘛有协办活动。甲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有协办5个读册会，台湾念歌读册会、
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绘本读册会，阁有俗语读册会。欢迎有趣味的朋友直接到面册的卖奖页参考资讯。以上是咱台文博览会咧做的事工，咱真需要大家的支持，做伙来发展台语文生活化甲正常化。今仔日咱的线顶讲座讲者是连凯旭，伊要甲咱讲安怎替家己去做语言浸水的环境。连凯旭伊是淡江大学的西班牙语系毕业。即马伫清大台文所读硕士班，伊嘛伫国小做台语先生。伊心目中的台湾国是大家人拢会晓3到4种语言，台语、客语，阁有一两项的原住民语。今仔日伊会甲咱了解爱安怎去做一个浸水的学习环境，看到家己豆豆仔咧进步。即马咱就用热热的普仔声来欢迎连凯旭先生。好，大家好，多谢小爱，阁有台文博览会介绍，请问敢听会到我的声音？会使，足清楚诶。好，多谢。安尼，我即马就来分享我的画面。好，请问画面敢有过去啊？有，感谢。好，多谢大家。安尼，我就随来开始。大家好，我叫做凯旭。真欢喜今仔日受到台文博览会邀请来甲大家分享即个主题。今仔日个题目是安怎替家己去做语言浸水的环境。请头咧，大话头想要先甲大家介绍我的背景，就是讲我即马是伫清大台文所读硕士班。我高中的时阵主要是读英语的，虽然讲迄是普通高中，毋过就是学校有分出一个迄个英语班安尼，我是伫迄个英语班尾读毕业。过来阮学校迄阵嘛有请迄个外国人，所以阮上英语课、外语课是直接甲外国人来对话来上课。大学的时阵考调淡江的西班牙语文学系，所以大学的时阵是主要主修西班牙语。过来读研究所是来主修台语，所以一路上基本上拢是学语言的过程吼。所以我对即个语言环境的起造嘛是真有心得。希望今仔日的分享会当对大家有一寡帮助。你嘛会当知影讲，生活中我伫学一项语言的时阵，尤其是即马全球化的时代，足侪人拢感觉讲，英语足重要，英语足重要。毋过其实咱的母语搁较重要。你母语若好，这真正嘛有学者去做过研究，母语若好，你咧学其他的语言才会好。所以即个观念嘛是替大家就是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好所以就是讲，咱咧学英语啦，也是像我英过学西班牙语的过程，我是安怎去替家己用即个环境大家人拢讲环境足重要，足重要啊！也毋过伫台湾，咱可能即马暂时去学中国话安尼霸占的环境对无？也毋过嘛是有台湾话的环境也毋过英语的环境就较无，其他外语就搁较免讲。有的人咧学日语，有的人学可能欧洲的语言，这个环境要安怎来去做？今仔日的分享就主要针对这个部分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安尼。我这是要安怎用？我看一下哦。好，大先咧，就是甲即我的大纲就是今仔日主要的流程，我会先甲大家自我小解一下。过来就是第2到第5部分是我要讲的重点。第2个是语言红眼仔，什么是语言红眼仔？等下甲大家小解。过来第3个是甲家己讲话，这是一个我感觉学语言真好的方式，真好的方法。我家己嘛足爱用。第4项就是语言环境的起造，嘛是今仔日的演讲的重点。第5个是语言思维的培养。咱咧学一项语言，毋是干那去背遐个单字熟悉遐个语法啦，甲迄个一句话安尼导出来。语言思维的培养其实嘛是足重要的上尾就是 Q&A 的时间。
好，安尼先甲大家小可自我绍介一下。拄则有讲到我是迄个即马伫读成大台文所硕士班，我进前大学是读淡江诶西班牙语文学系。我诶经历咧，目前伫高雄诶邦岭国小做台语老师，嘛有伫台南诶考比国小做台语老师。迄个我另外阁有伫成大台语囡仔国即个团体做即个活动诶助理。台语囡仔国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阮是一个致力打造一个全台语环境，互囡仔浸伫迄个台语环境诶组织诶团体吼。所以阮诶囡仔国活动拢是全台语进行。若有带一寡游戏啦、手作啦、DIY 啦，阮诶讲师拢是全台语来带囡仔做遮诶代志。所以伫即个成大台语囡仔国诶活动内底，大家若有来参加，嘛会使去体验看卖，即个台语环境浸伫内底诶时阵，其实囡仔拢听有，就算听无诶时阵，讲师会当透过比手画刀诶方式，互囡仔知影讲，咱即马可能是爱做啥物代志吼，还是爱完成啥物任务。好，所以大家若有趣味嘛，会使去 FB 敲找拍成大台语囡仔国，就会当找到阮诶卖种页。刷落来咧，就是语言红婴仔吼，语言红婴仔其实就是要甲大家讲诶一个观念，就是咱咧学一项语言，咱需要先建立一个，我感觉是建立一个思考，就是讲咱面对每一项新诶语言，咱其实拢是迄个语言诶红婴仔。就像你讲，咱伫红婴仔诶时代，也是讲你即马身躯边若有人有囡仔，囡仔拢是安那咧学讲话。你是毋是讲一句话，还是讲一个词？你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一直甲讲，重复甲讲对无？讲到尾囡仔可能过一段时间了，伊想要发出声音伊就会开始去模仿你想要讲诶物件，去模仿你讲诶话。所以像比如讲啉茶，你对囡仔你讲，你一直讲完整诶语句，伊可能沙无，毋过你会用上简单诶语句，落去一直甲讲，伊安尼一直受着听诶刺激，到一个坎站，伊就会有机会对你讲诶话有反应，吼，过来你就是甲迄囡仔就会对你讲诶话有反应了后，就会想要模仿甲伊讲出来，啉茶，食饭，类似即款诶物件。所以咱咧学一项语言诶时阵，你爱先甲家己当做是一个红婴仔。足侪人因为我相信在座应该大部分拢是大人，所以足侪人可能针对一个开始咧学一个语言诶时阵，会感觉讲，我即马搁爱用遮尔简单、遮尔幼稚诶方式来学哦，无毋对，就是安尼，因为咱面对每一个语言，拢是一个红婴仔诶身份吼，咱拢要无识咱甚至看到虽然讲是欧洲语言，比如讲像我会晓西班牙语，毋过西班牙语诶字母 A 到 Z， 伊毋是读做 A 到 Z 对无 ？A 是念做Z 是念做 zeta， 所以伊是无共款诶发音，无共款诶名称甲声音，所以遮诶物件。咱一定要有一个算是说服家己啦，吼，讲是咱即个语言，咱即摆是红个啊。所以像阮较早伫学西班牙语的时阵，老师其实咧甲阮介绍讲，恁会当去看 SpongeBob 是啥物？你讲知？就是英语翻做 SpongeBob，中国话翻做海绵宝宝。但是迄种漫画。会当去看，因为迄种物件是上轻松、上自然，伊嘛是上无压力，内底因为伊是漫画，所以伊用诶语词、语法拢足简单，所以咱咧学语言诶时阵，拄开始无要紧你会当看遐个较趣味诶物件来学，像有诶人我知影有诶人，伊可能学日语诶时阵，伊会去看迄个新疆，对无？伊会去看新疆遮个物件，你拢会当去找相关的资源来学习。所以红个安那学讲话，咱面对一个新的语言，咱就安那去学讲话。透过模仿的方式，你会当渐渐去训练培养迄个语言的语感。过来就是第三点，我感觉嘛是介重要，就是莫惊犯错。一个语言，我感觉你有犯错，等到你较学会着。即个部分就是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之前伫澳洲有去 working holiday，
啊，伫国外做工课时阵，你一定就是要用英语讲话嘛。啊，你的同事拢外国人，有意大利来的，有加拿大来的，有迄个越南来的，有阿根廷来的，有迄个哥伦比亚来的，足侪所在来的。要毋过大家伫澳洲，澳洲是英语系国家，所以大家共同语就是英语。啊，即马你伫做工课的时阵，拄着问题要请同事斗相共要安怎，你一定爱讲对无？啊，你搁惊讲毋对，台湾人足侪人咧学语言的时阵，拢足惊家己讲毋对去，拢想要一解就学着。啊，迄是有机会，毋过伫拄开始学的时阵足困难的啊，所以真正毋免惊犯错。啊，伫国外的时阵，迄阵我就是伫饭店做工课。啊，你若是无讲，你要请同事甲你斗相共，你若无讲，同事永远毋知影你要创啥，啊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你斗相共，所以你一定爱讲，就算讲出来。迄个单词、迄个单字可能毋对，毋过会当去要意思。人甲人咧互动的迄个过程当中，你会当听到遐个口气，你会当听到，你会当看到眼神，你会当用比手画脚的方式来知影讲对方可能需要啥物斗相共，还是对方可能想要啥物代志，吼，想要啥物物件。所以莫惊犯错，你一定爱就是敢讲啊，试看觅，吼，啊，你犯错，颠倒我感觉是。个就是会当学着较侪物件的时阵，吼，所以真正莫惊犯错。好，啊，搁来下骹即个表格啊，听讲读写，这其实是我家己学语言的过程，我感觉是伊豆豆啊建立你的语感，啊，搁有语言能力的过程。就拄开始咱拢是用听来学习即个语言，对无？啊，就是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一个坎站，就像红眼仔共款，你一直听，一直听，你就会开始想要对咧讲。毋过咱在座可能拢是大人，所以咱会当甲即个过程较速度较紧诶，吼，变做讲咱咧听诶时阵，咱就会当开始练讲；咱咧听诶时阵，咱就会当开始练讲。啊，则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咧听诶时阵，咱一定要有耐心，甲伊听好了。但是足侪人。拄开始咧听，伊就听诶，可能知影听着关键词。迄个什么台湾的英语教育拢是安尼嘛？哦，你考试啊，你听关键词就好。毋过毋是逐摆拢有效，毋是逐摆拢是即个情形。所以你听，你一定爱听好煞。啊嘛是，这嘛是算是对讲诶人诶一个尊重。所以你一定爱听好煞。听了后，啊，你则个试看觅来练讲。好，啊，过来就是讲，读甲写是较后壁诶阶段。你先听先讲。啊，你刷落来，再过来学读写，吼，迄个语言学习、语言能力的培养，拢我感觉是安尼来进行的。而且像另外一个例，欧洲足侪人，是毋是欧洲足侪人？你拢大家印象拢是欧洲人会晓3-4款语言，甚至5-6种语言，对无？也毋过，其实足侪欧洲人，因会晓遐侪语言，因的能力拢停伫听甲讲较侪，拢停伫听甲讲较侪。读甲写颠倒是尾啊去学因的字母。学因的文字，学因的语法，才知影读甲写。无大部分因拢是听甲讲较济，啊听甲讲就有法度去支持因去到迄个国家旅行，还是去到迄个国家可能做一寡简单的代志安尼。所以大家一开始咧学语言，听甲讲的练习最重要，啊嘛真正莫惊犯错吼，莫惊去讲毋对去。好，过来咧就是甲家己讲话。甲家己讲话是我学语言感觉一个真好耍啊，真有效的方式。吼，比如讲，咱上英语课，第一课通常拢是教咱啥物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大家都会晓背嘛，对无？啊，足侪人讲，有个人讲 How are you？ 你国外敢真正会用着？其实我的经验是会啦。啊，因为咱台湾是较美国的英语，啊，我进前去生活。做工课国家是澳洲，伫澳洲的时阵，因正经拢会直接讲 How are you？ 就是因可能伫咖啡厅，你去买咖啡，你去超市买物件，你要纳钱啊，还是讲你伫饭店，还是你伫任何的场所，你去买物件，人甲人相招问，因就是用 How are you 来做起头。比如讲，因拢会而且因拢毋是像迄课本引导安尼做死板的安尼来甲你讲。就是做生活化，你自然就该讲出来。比如讲，你要去买咖啡好啊 ？How are you？ 你就会当做自然的甲伊讲，doing good, thank you, and you？
啊，因可能较少迄种 and you，因为做这是 and yourself， 你家己咧，吼，你家己过了安那，啊，对方有可能到遮，恁的对话就停啊，写照问就到遮，要毋过有的人嘛是会甲你回答，好，有的人嘛是会甲你回答 and yourself， doing good，thank you，what would you like today？ 你今仔想要啥物？啊，你就会当开始点菜啊，所以这款小照问的过程，其实伫国外伊嘛是足重视的，吼，足重视这种人甲人的互动。好，啊，咱来看卖倒手边这个鸡啊，倒手边这个鸡啊，吼，第一个 How are you today？How are you today？ 啊，你学到这句的时阵，你就一直练，像拄则咱讲的语言红的啊，你就一直甲家己讲这句话。啊，这句话回答会当安怎回答？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回答的可能性，对无 ？How are you today？ Not so good. I had a lot of jobs today. I have a lot of work today. 我今仔日有足侪工课爱做，吼，所以 not so good。拄开始你可能念无遐顺，无要紧，无要紧，你就是豆豆啊一个字一个字甲伊念出来，念好正确，念好正确，吼，念好正确，尾啊溜了了后，才来练迄个连音，才来练迄个连音，吼，啊，即个连音逐项语言拢有，所以迄是爱到较后壁的阶段，你才开始去练的。啊，拄开始你家己讲好对，迄较是重要的。How are you today？ 啊，你就咱甲家己对话。啊，第二句咱来看卖，比如讲你会知影精神，啊，你要去食早顿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breakfast？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breakfast？ 好，啊，你就样讲，I don't know，maybe a hamburger，maybe a sandwich and a milk tea。就是你会当开始去想。啊！你开始甲你会晓的遐个词摕出来用，你有在使用的时阵，你的大脑就咧运作。啊，你的大脑咧运作，伊就增加你甲遐个语词、语句记起来的几率。所以你爱去使用遮个物件，甲家己讲话是一个真好的方式。第三句，咱来看卖 What to do now？ 比如讲，你今仔日工课做了啊，还是你今仔日去上课，已经下课啊？下课了，你无任何的安排。Hey, what to do now? Maybe let's go exercise in the gym. Let's go exercise in the park, or let's go see a movie. 类似安尼吼，咱可能去公园运动，咱可能去运动房运动，还是咱去看电影，拢好。What to do now？ 啊，这个时阵，你得当甲你正经学到遐个动作，还是遐个活动，要安怎来讲，要安怎来表达，甲伊讲出来，提出来使用。好，啊，第四句 ，What's the plan today？你今仔日有啥物安排？今仔日有啥物计划？好 ，What's the plan today？ 啊，过来你就是共款啊，甲你知影遐语词拢摕出来用。啊，搁有上尾一个上简单、上基本，要毋过嘛是足好练习的一句，叫做 What is this？ What is that？ 这是啥物？迄是啥物？好啊，所以遮个物件你拢会当摕来使用。当然，毋若这5句，吼，你会当家己想搁较济无共款的语句，无共款的问句。啊，来做家己讲话的练习。若是你毋知影一项物件，你要表达的物件要安怎讲，要安怎查字典、查书典，就是去查。嘿，啊，你查着就直接摕来用，因为迄个查着摕来用的过程，就是你刺激你的大脑，啊嘛是增加你使用这个语言的机会。吼，啊，台语嘛是共款啊。你今仔日好无？你早顿想要食啥？即马要创啥？今仔日要去佗？这是啥？迄是啥？遮个物件其实伫生活当中嘛会当直接摕来用。吼，啊，遮上尾啊，即个第三个卡片，这是西班牙语，嘛当甲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大学的时阵，一年啊嘛是真正用即个方式来甲家己练习。可能下课我就伫校园内底散步，还是我要行回去厝的过程当中，这段路程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啊，我就豆豆啊行，啊哪行我就哪甲家己讲话。¿Cómo estás hoy？ 你今仔日在哪 ？¿Cómo estás hoy？ 啊 ¿qué quieres para el desayuno？ 啊，拄开始阮可能无法度，阮一年啊尔嘛，所以阮无法度甲每一个字甲伊连起来，像迄母语人士安尼遐尔啊顺。毋过不要紧，就像拄则讲的，你甲每一个字读好正确，读好对，这较是要紧的。吼 ¿qué quieres para el desayuno？啊，你尾啊读较顺诶，你逐工念，你就会当变做 ¿qué quieres para el desayuno？ 吼啊 ¿qué quieres hacer ahora？ 你即马想要创啥物？啊是 ¿a dónde vamos hoy？ 咱今仔日要去倒位？吼啊上尾一个迄个 ¿qué es esto？ ¿qué es eso？ 吼，这是啥物？迄是啥物？啊像
遮个物件，就是一直练习。啊，你今仔日学着啥物款的问句，你嘛共款直接摕出来用，这是上紧的方式。啊，嘛是替家己浸伫迄个语言环境的方式。啊，拄则一直甲大家强调讲，你每一个字拢念着会念正确的迄个即个要紧性，比你家念好就是足水安尼连音嘛，迄过去较要紧，是因为进前像即个像咱拍球共款嘛。进前我当下咧拍球的时阵，像我最近咧学 pickleball 是最近较时行的一个社交的运动。啊，就有一个学长伊甲我讲，像你即马菜鸟啊，你即马阁是初学者，你较要紧的是，你较重要的是，你爱甲球发过，先发过，你莫想要用足厉害的招，还是伸足大力甲球安尼扒落，还是安那，你就是爱先互发过去对方的场地，因为你只要发球发过。对方就有压力，好啊！这发球发过，这就是甲基础拍好在，好啊！甲基础拍好在，就像拄则讲的，这套理论嘛会当用伫学语言顶悬。你甲每一个字拢甲伊念好对，好安尼开始要紧的吼。过来就是语言环境的起造咧，语言环境的起造，声音甲文字相空相旁，啥物意思？声音甲文字就是讲，我感觉学一项语言啊，伊有分做两种，主要两种，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文字。啊，声音的部分就包含着拄则讲的听甲讲，啊，那文字的部分就是拄则讲着较后壁阶段的读甲写，吼。啊，相空相旁就是你爱尽量伫生活当中甲这声音甲文字，甲伊藏伫你的生活当中。啊，那可能咧，咱即马就来甲大家分享一寡例，像声音的部分啊，比如讲，进前阮咧西班牙语的时阵，啊，阮的毕业课程是爱考调B1就是 B1 的程度，吼。西班牙语的迄个分级嘛，甲台语的分级共款，是 A1、A2、B1、B2、C1、C2。所以阮迄个时阵比较爱考调 B1 吼 B1诶，迄个阶段的迄个等级就对啊。啊，西班牙语大家若有听过，还是讲你有去听过西班牙语的歌，恁知伊拢念足紧嘛？一句话就啪啪啪啪就过去啊。所以迄阵我是安那去练我的听力，因为我的听力较弱。所以迄阵要考试进前，敢若3、4个月，我就开始做即件代志。老师上课会推荐阮去听西班牙语的垃圾药啊，转去我就甲电台拍开，我嘛无去插伊要讲啥，我就是拍开，甲伊放伫遐，等伫遐，拢莫插伊。啊，甲规间房间拢是西班牙语的迄个环境。电台主持人你讲啥，我毋知，也毋过我。无要紧，我无去追求，我爱逐字拢听有。我是先追求我互家己的耳仔去熟悉迄个速度，去适应迄个速度，啊去甲家己浸伫迄个环境，这是声音环境的起造。所以你甲家己浸伫迄个环境了后，我尾啊3个月了，我去考试，我正经感觉考场内底的迄个西班牙语音档的速度。就是无讲足慢，毋过就是完全掠会着伊每一个字，因为咱考试的音档会念较慢小快，毋过嘛是足顺，敢若是念较慢小快。但是比起咱平常时咧讲话迄种速度，其实是有差的。平常时你讲话速度是搁较紧的嘛，啊，就啪啪啪就过去啊，而且搁有足侪迄种口语化的用词。遮个物件就是你咧听的时阵，训练你的耳仔去适应去熟悉。所以我去考试迄工正经是感觉伊的音档足慢的，伊的音档足慢的，啊，就顺利甲考过啊。考试西班牙语考试分做听讲读写，伊有毋是伊有分做迄个纸笔测验，啊，搁有讲的口语测验。口语测验是真正对真人的考官，伊是西班牙人啊。会有两个，一间小房间内底会有两个考官，一个是负责拍分数，一个是负责问你问题。所以迄个问问题的人会坐伫你头前，拍分数的人会坐伫你的后壁。啊，你因为有进前的即个声音的训练了后，我迄届去考试，我就感觉迄个考官讲了，其实我
会当做自然甲伊应答，吼，做自然甲伊应答。所以头一步就是声音环境的起造，你要哪起造声音的环境？英语嘛是共款，除了电台，你阁有啥物方式？大家阁有想到啥物方式？听音乐嘛是一项啊，听音乐嘛是一项，啊是你转去，有诶人会做即件代志。我之前大学一年啊，一个教阮 conversation 的教授，伊就会做即件代志。伊转去第一件代志就是甲电视拍开，第件电视拍开，做当做背景。啊，你当做背景，即个物件嘛是一个练习。吼，所以你可能若想要学英语的话，你转去可能今仔日就当开始做试验，你转去就当甲英语的电台甲拍开，还是甲英语的节目甲拍开。毋过才有一个爱提醒家己大家的代志，就是你莫拄开始就去选迄个 BBC 啦，还是 CNN 迄款，就是国际新闻、英语新闻的迄种，迄程度真正伤顶悬啊！所以拄开始你会使经一寡较轻松的，像听音乐，这嘛是一款，还是讲像西班牙语电台，伊是较轻松，伊有当时会放歌，伊甚至嘛会放英语歌，还是讲伊嘛会有一寡趣味的 call in call out 的节目，啊，因就有做者对话啊。啊，英语的你嘛会当去找相关的资源，吼，莫一开始就想要去听迄个新闻的，吼，因为新闻用的语词，因的语词会较难小看，啊，因的语法有当时啊，因会去注重迄个语法的，要怎讲，较严格的语法，所以因的语法可能是你有学过，毋过无识的，因为咱平常时咧讲话，咱袂做。安那，咱袂用遐难的语法去甲人讲话，咱拢是用像拄则咱看到上简单的，像咱拄则讲即摆要创啥，英语你会当做简单的讲 What to do now，What to do now，吼，你甚至连迄个主词拢无去，也毋过安尼做口语化的方式，就会当放伫你应用伫你生活当中，吼，啊，这是声音的起造，文字的起造，读甲写咧，读就是当然你甲生活中。你会当去看一寡故事册，看一寡画本，还是你会当去看一寡，比如讲你即摆英语的程度已经算袂歹啊，你会当看一寡外国青少年伫读的遐个小说，但是你毋免真正一开始你就爱看遐个社论啊，还是看遐个新闻啊，还是看遐个迄个怎讲做难的、做高的迄种小说，毋免你看迄种青少年就好啊，因为佮讲一摆。咱学一项新的语言，咱拢是红个啊，红个的大汉，咱学英语的进步，也毋过咱进步无像因自细汉就伫迄个环境嘛。咱台湾人啊，就是你伫进步的时阵，你会当慢慢啊来一步一脚印，吼，所以毋免伤赶讲，毋免伤赶讲，吼。好，啊，这是读的部分，啊，若是写的部分呢，就是互家己尽量想空想芳。想空想芳，尽量去有机会互家己练写。比如讲，你若是伫写 memo 好啊，你写 memo 想要提醒家己爱倒本色，爱倒本色，你着用英语来写。你今仔日你是想要学英语的人，你着用英语来写；你咧学日本语的人，你着用日本语来写；你咧学可能西班牙语的人，你着用西班牙语来写。好，比如讲像。西班牙语的倒本色叫做 tirar la basura， 啊，我进前在学的时阵，我就会用迄种 memo 打，我就写 tirar la basura， 啊，我就甲打咧，好，我甲来甲打咧，可能打伫壁顶，打伫门顶，我看着我就啊，对，今仔日来倒本色，安尼，嘿，所以写的部分，你正经是爱去想讲，我即摆举笔了，我要写物件，甲家己提醒代志啊，你爱有迄个意识，知影讲，我即摆要来写遮个物件，啊，我爱用啥物语言来写？另外一个练习是，你会当用2种甚至3种语言，就是你若感觉家己较无熟的，你会当，还是讲你可能常常看到你写的 memo， 你常常反应袂过来讲，这是啥物？我看无你写啥物？你会当下底去倒一个母语，就是你家己的母语。吼，像我之前拄开始，我可能迄个单词还袂足熟的。我就会先用西班牙语来写，啊写下来了，我下骹会倒一句
迄阵台语也无遐流利啊，我就是用迄个中国话来写。要毋过就是至少你看有讲，这张纸是啥物？啊，你会当两种语言去去对换去练着翻译的能力，吼，这嘛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养成。嘿，安尼就是你咧写的物件，嘛会当应用伫生活当中。好，啊，刷来遮就是一寡像先互大家看正面这两张图。像我房间我的粪扫车的时间，因为我即摆人是伫外口租厝，所以我粪扫车的时间，我着全部拢用台语来写，啊，佮画一个古锥的粪扫车的图，吼，啊，咱看着，啊，这种拢是做简单的事，粪扫车啊，拜一、拜二、拜四，拜三、拜四、拜五礼拜、拜六礼拜安尼，啊，回收有回收的日子，我着甲伊写伫后壁，啊，像安尼，你任何语言拢会使安尼做。共款，咱用英语来做咧。你今仔日要学英语，啊，你替家己去做一个英语的环境，会当安怎做？吼，就是你甲即个粪扫车的部分，你甲伊改做英语的，吼，改做英语的，garbage truck 还是 trash truck，吼，啊，拜一到礼拜 ，Monday to Sunday，这应该会晓嘛，啊嘛会使。即种简单的物件，你就会当甲应用伫生活当中。回收要安怎讲 ？recycle 嘛，对无？啊，像这是我的家己的迄个进前的笔记，我逐工会写列出我今仔日需要做什么代志。啊，这是迄阵咧筹备台语营队的时阵，我提醒家己爱看什么物件，啊，我着家己要看的物件，拢总写起来，吼，买什么啦，还是买，吼，这敢若字小可细，吼，买画图纸啦，还是爱买什么家私啦，吼，还是爱传什么物件啦，还是爱做简报啦。需要做的代志，我全部拢用台语来写，吼啊！你即马若是想要学英语，你就全部拢用英语来写；你要学其他的外语，你就用迄个外语来写，吼。啊，过来拄则讲的垃圾哦，你就会当像我的方式共款，你去听电台，你去听音乐节目，你甲 YouTube 甲伊拍开，你就甲伊挂咧，放伫遐当做背景的音，互你的耳孔会当去适应迄个速度。啊，过来读写的部分啊 ，social media 即马大家拢有用，所以像 Facebook、Instagram 即款，还是 Threads 吼，遮个物件，你得当用台语来写看卖啊，你得当用台语来写看卖，吼啊，你伫写的时阵，迄嘛是一款练习。过来有一个方式，拄则咱讲着模仿对无？红眼仔的模仿，啊，有一个方式我足推荐互大家，我家己嘛足介即个方式，就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啊。电影你会当拣一出至两出你介意的电影，一直重复看，一直重复看，一直重复看。像我之前咧学英语的时阵啊，我足介意两出电影，一出叫做《The Devil Wears Prada》，哈，《The Devil》迄个 The Intern，这两出电影我已经看过，已经超过100届啊。因就是即马，因看甲即马是演到倒位，还是讲伊只要讲一句话，我就知影即马即个情景伊是伫倒位，迄种熟的程度。所以你会当拣一出到两出的电影，啊，你看甲足熟的，啊，要毋过毋是干那看尔，你咧看的时阵，你爱去听因讲话，听内底演员讲话，因讲话声音，因讲话声情，声情就是声音的表情，啊，因讲话情绪。大声细声啊，因讲话有迄个起落，这个物件你拢爱学起来。所以有的人是安怎，明明就伫台湾学迄个语言尔，但是伊可能会感觉讲，是安怎你明明拢伫台湾学即个外语，毋过你的外语会当讲甲像外国人遐尔啊好。但是这是真正有一个我的高中的老师，伊推荐互阮的方式。吼啊，有的人真正是透过安尼的方式来练习伊的外语的。好，啊像比如讲，因为这个讲座我无确定讲敢会使放 YouTube， 所以我就无放。好啊，无我本来是想讲会当用一段来做互大家看卖。吼 The Devil Wears Prada 啊，网络有足侪迄种 clips 要安怎翻译啊 ？clips 就是迄种一段落一段落安尼。吼啊，简单短短啊，你会当去练习啊，你会当。对咧念，还是你听了才念，拢会使，这拢是真好口语的练习。
像拄则讲的迄个《The Devil Wears Prada》的电影，我已经看到，我有法度甲伊后一句台词甲伊念出来，佮包括伊讲话迄种声音的表情，拢甲伊呈现出来，包括伊的情绪啊，遮个物件，就是你咧学一项语言需要去知影的一寡细节，需要去知影一寡细节。好，过来咧，就是一寡练习口语的方法，相信大家应该拢感觉会晓讲迄项语言的人，就是感觉做厉害嘛，希望家己变做迄款人，对无？所以你咧学语言，你咧练习的时阵，有一寡口语练习的方法，推荐互大家。第一个就是 The Echo Method，The Echo Method， 大家若有兴趣啊，会当甲即个PPT 甲伊翕落来吼，还是你甲即个 YouTube 甲伊记落来，你去 YouTube 敲找即个要安怎用回音法，歹势。你要安怎用回音法 The Echo Method， 甲英语的口说学好势。即个方式是一个美国人，伊叫做 Karen John， 伊是台大的教授，台大外文系教授。伊有一个 Echo Method 来教大家要安怎甲英语学好势。好，安尼咱即马线顶，我看到敢若有28个人，咱会当来练习看觅，甲大家有一寡互动，咱来练习看觅，啥物叫做 The Echo Method？我先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The Echo Method 就是伊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停，第三个是讲。过一摆，听 listen， 停 pause， 讲 repeat 就是重复我讲的话，这叫做 The Echo Method。是安怎中要有迄个停的过程咧？迄个停的过程就是咱大脑有一个机制，你若听到人讲话过几秒钟了后，迄句话会像咧录音机安尼，佮呈现伫你的头壳内底。所以你就感觉讲，我听会到迄个声音，我听会到迄句话，你才甲你听到迄句话甲讲出来。毋知大家有敢有即款经验无？就是你可能像是有2-3个人在甲你讲话。你即马是对比如讲 A、B、C 好啊，你即马是甲 A 你讲话，你甲 A 讲话的时阵，B 甲 C 嘛你讲话，毋过有时阵你明明你甲 A 讲话，你煞听会到 B 甲 C 讲的话是啥物？迄就是迄句话有走入去你的头壳内底，你头壳内底迄台录音机就有去甲放一摆，所以你就听会到。你听会到了后，你就会当甲迄句话甲伊讲出来。这叫做 The Echo Method。好，咱来练习看嘛，用拄则咱讲到的迄5句话。好，试看嘛，准备好势哦。你会当伫镜头，你会当伫荧幕头前来试看觅。好，你边仔若有人的，莫伤大声吼。好，来。头一句注意听哦。我等下会共款做手势，这是听。听的时阵你先莫讲，听的时阵你先莫讲，这是听。过来停，过来我会请你讲，讲就是甲我拄则讲的话，你听到迄句话给讲出来。好，来试一摆哦。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嘿，你有念出来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拄则迄句话啊，我的尾音是有掠起嚟的。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因为伫问句内底，你的声音尾音莫掠起嚟，安尼就是互对方知影你咧问即个问题嘛，对无？你咧问的是一个问题，毋是一个直直的就是肯定句所以拄则迄句话，你会当起来练习。你嘛爱甲迄个声音的表情，包括声音的起落，甲伊模仿出来，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好，再来一句好不好？好，咱来试看觅，注意听哦。I don't know. Maybe let's have some hot pot. 敢会伤长，了伤长。好，拄则迄句话 ，I don't know，迄个 I don't know，就是迄个声音的表情爱互出来。有当时咱讲话，咱咧学一项外语的时阵，咱会感觉死硬硬安尼，就是作病甲伊讲 I don't know，I don't know。抑毋过其实你会当搭配你的情绪，搭配你当下的感受，你甲伊讲出来。
I don't know. Maybe 是啊无吼，可能咱去食火锅吼，迄个 maybe 你得当家己有一寡顿地，就像咱咧讲台语共款啊，咱咧讲话共款啊。啊无咱去食，你会有迄个顿地，所以这就是 echo method 的部分。你甲你所听到的，包含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表情、所有的起起落落，你拢家学起来，拢家模仿出来。好，这就是迄个 echo method。啊，大家若有兴趣的，当去 YouTube 找即个方法，你就甲即个拍起哩，啊，伊就会找出即个 TED 的即个演讲。吼，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练习语言的方式。搁来第二个就是拄则讲的模仿，模仿是一个做好的方式，就是你甲对方 echo method 嘛是模仿，啊，你即个模仿呢，就是对方讲啥物话，啊，你就甲伊讲出来，你甚至会当换一句话讲，你刺激你的大脑去想讲，即句话我若是换一句话来讲，我要安怎来表达，我要安怎来讲。好啊，所以模仿嘛是推荐互大家的方式。搁来第三个方式就是 shadowing 是一个我感觉小可困难，敢会困难，小可因为伊就是 shadow 就是影的意思，啊，你像咧别人的影，你对咧人讲话，人可能一句话，比如讲，咱来看即个标题好啊，一寡练习口语的方法 ，shadowing 的方式就是。一寡练习，我到练习的时阵，你就开始一寡练习口语的方法。敢听有？就是你就是我讲话的影，啊，我讲一寡练习口语的方法，我到一寡练习的时阵，我就继续讲落。毋过你即个时阵就开始对咧我讲一寡练习口语的方法，所以我讲甲方法了后，可能过2秒，你才甲方法讲出来，这就是影，这就是 shadowing。shadowing 是语言翻译的时阵，语言口译的时阵，一个真接用、真接练的方式。我之前有一个是大师大翻译所的朋友，因就是伫数年咧学语言的时阵，学翻译的时阵，就做接用 shadowing 的方式来练。所以因练到尾啊，因拢有迄种，就是像咧外国人会听的迄种感觉。好，因为伊就是。伊其实就包含着 echo method，伊听到所有的声音的表情，伊拢甲伊放入去，好，这就是 shadowing 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三个部分 echo method、模仿这个 shadowing 嘛，拢介绍互大家。好，过来想要补充一项物件，就是讲咱伫学一项语言的时阵，嘛是爱背单词嘛。比如讲英语来讲，做侪单词啊。咱日常生活正经使用到英语的单词，其实就是差不多7000字左右。你遮个单词，你咧背的时阵，有当时你会感觉，足烦的，因为感觉拢一直背袂起来。其实迄无要紧，迄是正常的。进前我迄个大师大翻译所的朋友啊，伊就甲我讲，因上课有一摆讨论着一篇论文。迄篇论文主要的重点就是咧甲人讲，咱咧学英语，看到迄个英语字、英语单字一个 vocabulary， 你爱看17摆，你才有法度甲迄个词甲背起来，甲记起来。但是你若无硬死去甲背，你上自然的方式，你爱看17摆，才有法度甲迄个单字甲背起来，甲记起来。但是你毋是硬死背哦，你是用上自然的方式。所以你可能今仔日看一本故事册，看一本小说，迄本小说内底有几个词几个词一直出现，你拄开始你可能会去查嘛，你查着意思，毋过后一摆你看到后一段，佫出现迄个字啊，你佫袂记哩啊，迄是正常的，千万毋通讲我拄则都查过啊，哪会佫袂记哩啊？迄是正常的吼，莫互家己遐尔大的压力，用上轻松、上自然的方式去学习。像即马你知影讲英语单字，你可能爱看17摆，你才会记起来。其他的语言，比如讲西班牙语，嘛共款的道理啊，你可能看17摆，你才会记起来。所以真正莫互家己伤大的压力。即个就是上自然的语言环境的去做，嘛是我伫学语言的过程常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好，
安尼到遮，毋知大家敢有问题？若是有任何问题，拢会当伫 YouTube 的开讲室内底留话，吼，拢会当伫内底留话。咱的主持人嘛会看到，等下就会甲我讲在座有啥物问题安尼。好，安尼刷来就继续甲大家讲语言思维的培养。语言思维培养，我感觉是一个诚要紧的代志。咱来看觅，头一项就是翻译甲解说的差别。啥物是翻译？啥物是解说？像迄天我伫上课的时阵啊，我著甲囡仔讲即个概念、即个观念，我著甲因讲，我著拿出我手机啊，我讲这是啥物？囡仔拢讲手机啊，我讲手机啊是啥物？逐个囡仔真正全班拢甲我讲手机，我讲啊，无啊，你无解说着啊，你无解说着啊，手机啊是啥物？手机这敢是解说？我著开始甲因讲解说甲翻译的差别伫倒位，吼，所以我甲因讲手机啊是啥物？恁甲我回答手机，这是翻译。啊，若要解说咧，这群囡仔就开始去想啊，因就讲，会当敲电话的物件，会当拍字的物件，会当翕相的物件，因就开始去想啊，想看手机有啥物功能，啊，就来甲我解说，迄是啥物？吼，所以即个物件我真正伫5年啊，甲因讲了后，后一节课我佫讲着，结果有一个囡仔反应足紧，伊就甲我讲。老师，你要翻译还是解说？我就感觉袂歹有学起来。啊，像迄个可能3年啊、4年啊，因有当时啊佫较掠无，所以就佫爱甲因解说一摆。吼，所以这是头一个语言思维的培养，就是讲你爱知影翻译甲解说的差别是伫倒位。有当时啊，咱可能会落入去迄个翻译的陷阱内底，啊，就会想讲，咱有用另外一个语言讲出来，安尼应该就是有解说着啊，吼，无即回事。迄就像迄天我听到一个老师伊咧教社会课，教3年的社会课啊，我感觉诚趣味就是伊咧教社会的时阵，啊伊就讲后头厝3个字，啊伊讲。你们知道后头厝是什么吗？后头厝就是娘家。我想讲，这什么意思？囡仔嘛无娘家的这个，就是因的思虑库内底，因的大脑内嘛无娘家这个意思啊，所以因嘛唔知娘家什么物件。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无效的，就是无效的做法。吼，所以后头厝就是娘家，这无解说着，完全无解说着。所以大家有当时啊，爱去有意识去思考着讲，啥物是翻译，啥物是解说，吼啊！咱咧学语言的时阵嘛是共款，咱咧学一项外语的时阵嘛是共款。好，过来就是拼音倒字的部分。你即个思维的培养，我感觉拼音倒字嘛是真重要。咱先来讲英语好啊，英语的 talk 写做安尼，啊，你要安怎拼？英语的 talk 要安怎拼 ？talk 嘛，对无 ？talk 啊，你可能有一寡就是你无像。外国腔呢，你念 talk， 嘛对，就是你知影伊是 talk， 这是英语哦。咱来讲台语，台语的 talk 的台语是讲话讲，啊讲你要安怎拼？有的人会讲 go on 讲，有的人会甲我讲 kong 哦，啊 kong 敢是用台语的思维来思考讲要安怎拼？毋是啊 ，kong 你是用英语的思维去想台语要安怎拼啊，所以我咧讲要安怎拼的时阵，你甲我讲 kong， 这是英语的思维去想台语，啊，这你就无用到迄个语言的思维。啊，第三个 talk 还是讲，伊的西班牙语念做 hablar， 啊，西班牙语的 hablar 要安怎拼？有的人会讲 hablar， 这是咱拄开始咧学一项外语，因为台湾的教育有英语伫内底，所以咱拄着其他的外语，咱会定定用迄个用英语来去念迄个外语来甲伊导出来。要毋过其实其他的语言，因的字母拢有家己的发音，拢有家己的名，所以像西班牙语这个 H 伫西班牙语内底叫做阿切。啊，即个 A 甲台语共款叫做啊，啊，即个 B 叫做 B， 其实嘛甲台语做相像的 L 咧，台语叫做 L， 哦，歹势，西班牙语叫做 L，A 是 R， 因有迄个就是
单字的音嘛，就是 r。所以你若讲 ¿Cómo se escribe hablar？hablar 要安怎拼，要安怎写？你爱甲伊讲 HABLAR，安尼因才听有。之前就发生过，嘛是伫阮系林，就是读大学的时阵，有阮的3年开始就有迄个西班牙人，外国老师来甲阮上课啊。所以迄阵就正经问着一个同学，我袂记你问对一个字啊，回弟就问讲 ¿Cómo se escribe？ 就是对一个字安怎拼？结果迄个同学真正用英语改印，迄个老师叫做讨厌英语的，伊就用英语，所以迄个老师伊规个面就是想讲，就是伊听有啦，伊听有，毋过伊无改英语，伊嘛感觉讲，你即摆你学西班牙语，你应该要用西班牙语拼互我听较对。迄个老师伊迄个先规个面就是，有淡薄你讲啥货迄种感觉吼，所以大家若你学一项语言的时阵啊，你迄拼音倒字啊，你共款用迄个语言去思考。就像你迄时阮学着西班牙语啊，我就共款用甲家己讲话的方式练习法来练习要安怎拼迄个字，因为拼字对我来讲嘛是最重要啊，因为你写作文的时阵爱写好对嘛，所以我迄阵就学着啥物物件安怎拼的迄个问句了后，我就一直重复，一直留共款一句 ¿Cómo se escribe？¿Cómo se escribe？我就念好顺 ¿Cómo se escribe hablar？HABLAR。你若毋知诶，就去查词典，就去查字典，查着了后，佮问家己一摆。比如讲，好，咖啡好啊，咖啡诶西班牙语叫做 café。所以我若查着词典，我就佮家己问一摆 ¿Cómo se escribe café？CAFA。CAFA， 安尼若是用英语的思维，How do you write cafe？ 伊就会讲 CAFE。好，佮记一个咧，比如讲 How do you spell school？How do you spell school？School 要安怎拼？你会讲 SCHOOL。若是西班牙语。¿Cómo se escribe escuela？school 的西班牙语叫做 escuela。好，你就会讲 ASCUALA， 就是你爱去转变迄个思维，莫拢是因为去，就是变做讲啥物代志拢用英语来解说安尼就是你干那做一半尔。吼，咱你学一项语言的时阵，这个思维的转变甲培养是真重要的。所以像伫学校教台语嘛是共款啊，有当时可能比如讲腔好啊，迄工我就讲腔要安怎写，有囡仔讲 KHIANG， 我讲毋对，我讲毋对，因为即个思维的部分，我上课嘛有甲因讲着，我嘛有甲因分享着，所以我来讲 KHIANG 是英语的思维，也是台语的思维，因拢印会出来，因拢知迄是英语的思维，所以。尾后我就甲因讲，安尼正确的是要安怎念？因就讲科央腔，科央腔就是安尼。好，第三个就是，我感觉大家爱有的思维，嘛毋是干那在座尔，是足侪人，真正大部分的人，就是安怎讲，其实是学安怎表达，毋是学安怎翻译。什么意思？足侪人伊可能有当时咱可能像我读外文系。做这人听到我读外文系，定拢会讲啥物物件安怎讲，也是甚至像我即马伫放两国小教台语，有当时遐个老师用台语上课，伊有一寡词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伊就讲开学，请问迄个啥物物件的台语要安怎讲？这个时阵我就甲伊讲台语会当安怎讲？台语伊有当时讲出来时，伊感觉奇怪。甲中文的词敢若无共呢，也是讲中文的词可能两个字，要毋过台语讲出来就一个字尔。事实就是台语有法度用一个字来表达迄个意思啊。要毋过因拢会感觉，无斗这两个字，感觉怪怪。我就想讲，你即个感觉怪是家己感觉怪，还是啥物物件啥物货？所以其实咱咧学语言的时阵啊，咱问着安怎讲的时阵，其实是问安怎表达。
因为真侪时阵，逐项语言伊的语法有无共，伊的语序嘛有无共，是讲文化有无共，遮个物件无共之下，就无一定嘛无可能讲逐项语言拢有法度直接甲伊翻过来，拢直接甲伊翻过来。所以，我感觉伫学语言的时阵，像我即马嘛拢改过来，我颠倒会较常问讲，即句话要安怎表达，还是讲啥物物件要安怎表达？要毋过即部分我目前观察到是台湾人较侪安尼的问题，若是外国人因较无安尼的问题。像阮学校有一个外国老师，伊是菲律宾老师，伊是菲律宾人，伊伫台湾教英语，所以有时阵我会拄着一寡英语的问题。我会直接甲问，How do you s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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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How do you s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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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因听着迄个说，因袂，就是因嘛袂直接翻译啊，就是因会去想迄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其实学语言伊是一个学表达的过程。就像拄则讲的，因为文化无共，还是因为一寡语法无共。你无可能逐个字拢有法度去翻译出来，等到你是爱问的是即项代志，还是即个物件要安怎去甲表达，安尼较是较重要的，好，所以语言思维的培养，我感觉三个较要紧的是，你爱知影翻译个解说的差别，你爱拼音倒字的时阵，你尽量用迄个语言原底伊字母的名去甲拼出来。搁有就是咱咧讲的时阵，你爱学的是表达，你毋是拢打入去迄个翻译的陷阱内底，感觉讲奇怪，听起来甲台语无共，听起来甲中语无共，就感觉翻译毋对，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好，像拄则迄句话嘛真适合，大家若有兴趣嘛会当家记落来。你真适合当做咱甲家己讲话，还是咱咧日常讲话的时阵当做练习的语句，就是 How do you say 啥物物件 in English？ 一项物件的英语要安怎讲 ？How do you say 啥物物件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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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nglish？ 即句话大家嘛会当家记起来，这嘛是真好的练习的语句之一。好，安尼毋知到遮，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敢会做忝讲伤济安尼？好，安尼咱继续哦，就是通早走的重点，今仔日个通早走的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家己当做红鞋啊，莫惊犯错。家己当做红鞋啊，莫惊犯错。咱拄则咱着简单替大家做一个整理吼，就是即个物件伊你莫去惊讲，我今仔讲了无好，还是我今日讲了毋对，安尼是毋足见效做会笑。其实有当时你会感觉见效，我感觉你就是会当去想上歹的情形是啥物，先去想上歹的情形是啥物。比如讲你若讲毋对去感觉见效，上歹的情形就是强笑安尼尔，还是讲甚至无人会插你，无人会要伊黑，你就是其实拢是家己心魔你作怪，就是家己惊家己尔。所以你会当先去想上歹的情形，可能的是安那，想了这是我会当接受的程度，你就讲出来，对无？所以咱对语言，咱咧学的时阵，拢是一个红鞋毋免想济，若想着啥，你也甲讲出来，若是正经毋对，还是正经像就是真正会变做无好的意思的迄种诶，我相信对方拢愿意甲你讲。像英语内底，大家应该知影，海沙坡海边啊，加迄个就是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就是歹查某安尼，两个字的声音其实足歪的吼，一个就是长音，一个是低音。所以长音低音，这嘛是咱学语言需要去知影的代志，伊的差别伫倒位，你爱甲伊发互准。像顶礼拜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 reels， 就是外国人，一个外国的家庭，爸爸咧抱伊2岁外的囡仔，甲伊讲桃啊一个字，桃啊的英语叫做 peach，P-E-A-C-H peach， 念到最后。因为囡仔嘛是一直听，伊拄开始迄个婴仔嘛是无讲话哦，伊就是一直听 peach， Can you say peach？
就是用这种做简单的语句 ，Can you say 什么物件 ？Can you say 什么物件？你敢袂当讲什么物件？吼 ？Can you say peach？ 讲到尾啊，听到尾啊，迄个会啊，煞变做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歹查某，迄个 bitch 走出来，就做笑亏就对啊，吼。所以莫惊犯错，你若是正经有迄种讲出来是完全毋对的迄个，我相信对方拢愿意甲你讲。好第二个就是甲家己讲话，拄则已经有做侪练习吧，吼，这是真正足推荐大家爱做的代志，甲家己讲话。你若会甲伊感觉讲你行伫路面，伊直甲家己讲话，人会当做你笑的安尼，你会当伫厝练习，还是伫无人的时阵练习安尼。甚至有一个方式嘛是足好的，你会当家己录音起来，即摆录音足方便嘛，手机啊举起来就有啊，所以你就家己录起来。听家己讲话迄个速度，听家己讲话的发音、家字，每一个字是毋是拢有正确？听家己讲话，甚至你即马可能对英语较流利啊，你会当去练习迄个练音，你就是听家己的录音了后，你家己无练起来的所在，家己个练互较熟的，安尼就好啊。所以录音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吼，甲家己讲话。甲家己讲话要讲啥物？啥物拢会当讲，正经啥物拢会当讲。就像佫分享一个例好啊，就是讲我常常一个人出去旅游，一个人去旅行可能歹咧，我着坐客运啊，坐火车啦，去到某一个所在。这时阵我可能看到足水的风景，还是讲看到啥物当地在地物件。我就有一寡感受，还是一寡感想，我会甲家己讲话，还是讲我坐落来好好啊，食一杯咖啡，我就看迄个风景，安尼水水啊，规个时间敢若熊变甲足慢的，这时阵就嘛会当甲家己开讲啊，最近好无？咱转做英语的，吼，咱若是要练英语，咱就当转做英语的。Hey, buddy, how are you recently？ 安尼，吼，最近好无？Not so bad, all good, I think。就开始甲家己开讲啊。你甲家己开讲，其实嘛是练习你开讲的能力啊。吼，所以咱拄则遐个方式，毋是干那拢练着一项尔，你逐项足侪有路的物件，你拢会当去学着，吼，你拢会当去学着。好第三个就是语言环境的起造你爱想空想旁去做。语言环境起造，就是像拄则互大家看到的，本色车的时间表，你家己搭伫房间内，你敢会当用英语来写，会使啊；你敢会当用日语来写，会使啊。吼，你想空想旁，你写 memo 纸，还是讲你今仔日是，我想者哦，你今仔日若是要写 FB 的 po 文，你敢会当唱一两句，用一两句迄个台语来写，用一两句英语来写，会使啊，这嘛是一种练习。吼大家莫想讲，我安尼即马安尼敢会做烂，大家拢是为红个豆豆大汉的，吼，所以莫想讲家己是毋是安尼即马程度做歹的，袂因为拢是咧练习，拢是咧学习，而且就是我感觉语言学习的过程，伊是一个要安怎讲，豆豆练习的过程，伊毋是一下像你功课安尼，你学会晓，你着。比如讲，你学工程，你学听识的，你一下学起来，迄个逻辑通，你就啪啪啪就写出来啊，就写出一个 app 啊。就是咱可能学语言，像我文学院的，有当时我会感觉哇，那会遐厉害啊，一下就有一个成果啊。毋过咱学语言有当时你可能爱一段时间，你才看会到迄个成果，甚至你爱一段时间，你去考语言的检定、语言的认证，你通过了，你才正经看到家己有到一个milestone，一个坎站安尼。所以语言过程学习过程会较长小可，毋过主要嘛是爱有耐心，你一定要坚持落去。迄个像毋知大家有咧用无？Duolingo 迄只会讲迄个情绪绑票的鸟啊嘛，对无？所以伊逐工拢会甲你提醒讲，你爱练习无？你爱来练哦。足侪人拢做甲1000外工啊，2000外工、3000外工的人拢有啊，迄就是逐工一点一点来练起来。吼当然我家己无，我之前有用过一段时间啦，毋过尾也都无用啊。吼就是迄个物件，重点就是要甲你讲，
语言学习是爱一直做落，一直做落。你莫中就是可能的有浪旁安尼效果会相对较歹小可。吼、啊，上康上芳拄则讲诶，你写 memo，你写普文，还是你今仔日像我之前伫饭店诶时阵啊，因为中文字足侪笔画嘛，啊，我之前伫饭店做工课，伫台湾诶饭店。有一摆人客来柜台来问代志，还是讲问看卖敢有啥物物件，请阮斗相共啥物代志。爱讲足济啊，我就开始，尾啊我就是对袂着，写字写伤慢，写迄个中国字写伤慢，啊我就用台语来写，我就用台文来写，写啊伊就向看着讲，哇，你遮厉害哦，拢用英语来写，我讲无，这是台语，伊讲。哇，台语有字哦，我讲有啊，就是变做个一个吹杀啊，安尼吼，一个推广互大家，吼，迄个人客知影讲台语有字，啊嘛，就是变做，因为迄是家己诶母字，写出来一定较紧，吼，写出来一定较紧，啊，而且罗马字拢有迄种书写体，你会当写，所以你咧写诶时阵会当连咧，啊嘛，干若你家己写，看有你咧写啥，结果是你需要同事斗相共，你才甲伊说明就好啊，吼，这是真正诶一个经验诶分享。吼，任何的空间、任何的场所，你拢会当试看卖，甲迄个语言，你咧学的语言，甲伊放入去。好，啊，上尾啊，就是培养语言的思维，就是咱拄则讲的，你爱知影翻译甲迄个解说的差别伫倒位，伊的精差伫倒位。啊，过来就是咱咧拼音倒字的时阵，用迄个语言，尽量用迄个语言来拼音倒字。吼，过来就是咱安怎讲的时阵。迄个讲其实是学一个表达，咱毋是莫逐概拢纳入去迄个翻译嘅含义内底，吼，所以就是安那表达，迄个思维真重要。迄就像咱遮，你若去有，若是在座有伫国外，还是讲有参加过一寡国际研讨会啊，有一寡外国嘅讲师来，因诶 PPT 有当时啊上尾啊拢买控制啊，伊就会写 take home message，还是 take away message。安尼请问 take home message、take away message 要安怎讲？像我遮，我就甲伊表达做通早走的重点，会当通早走的重点，袂当早走的重点。啊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今仔日我讲 PPT 的内容，一寡重点整理，互你会当直接摕去用。啊，国外因的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take home message、take away message。啊，这个时阵我就会问讲，请问 take home message、take away message 伊要安怎表达？用台语来表达，啊，得当去想，吼，想看嘛，要安怎来讲。就是你若是直接翻译，就会变甲做奇怪，对无 ？Take home message，home 是厝啊，早登去厝的信息，嘛是听有啦，可能嘛是听有啦，吼啊，take away message 早走，还是客走，所以你得当去想一个较斗大的表达方式，哦，毋是讲一定爱逐字拢甲伊翻译出来。好，安尼到遮，毋知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咱来看卖，有我有看到有人有问题，因为我的迄个 YouTube 嘛有甲伊开，啊，我有留一寡时间，互大家会当来问问题安尼。啊是倒位讲了无清楚的，我搁讲一摆嘛是无要紧的哦。安尼，凯孝先生，我想要请教一个，就是拄则咱主要大部分拢是家己一个人要安怎去做迄个浸水的环境。啊，若是讲有诶人，就是我感觉家己一个人，我真正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学习。我爱有人陪伴，还是我爱交朋友，敢有推荐的，还是？有啥物会使甲人做伙？不管是亲情朋友，还是无熟悉的人，敢有即种经验会当甲阮讲？感谢。好，多谢小爱问题。甲人练习无？我想一下哦。有哦，进前我有参加过伫台北的，因为我进前有伫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啊，甲人做伙练习的经验，就是像西班牙语的时阵是甲同学做伙练。啊，阮练的方式是迄种直接，因为我想者哦，歹势时间伤久，了袂记，迄是大学毕业是要8当前的代志啊。我想者啊，好，就是阮的
因为阮主修就是迄个语言，西班牙语文学系，所以阮针对迄个语言，阮是甲课程拆开就是听、讲、读、写安尼，吼啊读就是有一寡阅读的资料，老师上课互阮读，啊，佮解说一寡用法啦，补充一寡用法啦呢。啊，若是讲的部分，有一节课叫做 conversation， 就是 conversation， 就是迄个会话课。啊，这个课拢是小班制，一班上侪20个。啊，期中考甲期尾考，就是一个入去甲老师对话，用全西班牙语对话。阮考试进前，啊，佮有下课的时阵，就会甲同学来练习。比如讲，啊，老师嘛会派功课互阮，咱先讲考试进前的练习。同学会讲，针对老师伊互阮的范围，比如讲，阮是考第1课到第3课，啊，这3课内底有教着什么重点？比如讲，重点有教着讲，你的名叫做啥物？啊，你的姓叫做啥物？吼，你的姓，你姓啥？你的名叫啥？啊，佮有你即马食啥物头路？吼，啊，比如讲，你叫做啥物 ？What is tu nombre？ What is tu nombre？ 啊，你着甲即个物件甲伊讲，讲互识，啊，甲同学互相练习，互相对话，啊，佮有练习小少问 ，Hola, ¿cómo estás? Estoy muy bien, gracias. ¿Y tú？ 这个物件你着甲伊顺顺啊，慢慢啊讲出来。啊，过来，你即马食啥物头路？¿Qué haces？ 吼 ，¿Qué haces？ 你做啥物？你食啥物头路？吼啊，迄个 ¿Qué es tu trabajo？trabajo 就是头路的意思，吼 ，¿Qué es tu trabajo？ 甲同学之间练习有即个经验无毋对，啊，即个练习嘛是像拄则讲的强调的，你逐字甲伊念互准、念互对、念互正确，比起你甲伊念互顺，佫较重要。因为迄个时阵我才1年尔，毋过老师上课有讲到一寡2年的语法，西班牙语的语法，毋过迄是2年的进度。但是我伫考试的时阵，考语的时阵，我都有用到2年的语法，就是老师上课讲到补充的迄个2年的语法，我甲伊讲出来。毋过我迄个时阵是一字一字念，我袂记我讲啥物啊。毋过迄个语法确实是2年才会学到的。老师的知影我要讲啥。啊，伊着足斟酌，啊，眼神一直甲我上咧，就是鼓励我慢慢讲出来。嘿，啊，我尾也有讲出来嘛，讲对，所以我迄届的考试我着介悬分数介悬，吼，所以就是要互大家讲，第一个重点，你讲互正确较要紧；第二个重点，就是你一定爱讲出来。你一定要讲，今仔拢是伫台湾，所以你阁是伫学习的阶段，所以老师咧甲你考试的时阵，伊知影你会晓，伊只是需要你讲出来安尼尔。吼啊，即个物件我伫学校我嘛会甲囡仔，因为我咧上台语课的时阵，我嘛会分做2种考试，纸笔测验甲口语测验。口语主要就是要测验因敢听有我的问题，用台语问，啊，佮有因敢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啊，因有法度表达到什么程度，佮有因选用的遐语词是啥物，吼，这拢是评分的一个重点。所以，你爱讲出来，啊，而且未来可能有的人伊会去，在座有的人可能会去国外做工课，吼，有安尼的机会。你伫国外做工课的时阵，你一定要讲出来，讲出来，人家知影你要伫啥，人家知影你要爱啥物，好啊。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进前伫台北有参加过 language exchange， 就是语言交换的活动。啊，迄个活动真趣味，就是你一摆入去，你着交敢若200块、300块，费着俗俗啊。啊，内底有足济无共款的外国人哦，啊嘛有足济台湾人。啊，你入去，伊就互你一张大纸，伊会先问你讲，你会晓啥物语言？啊，伊着迄大纸是迄个国际的大纸。所以，比如讲，你会晓英语，啊，你会晓西班牙语，你会晓意大利语等等的，啊，你就甲迄大纸打起来。啊，伊大纸有分区，所以，比如讲像安尼，我的胸坎头前，我是打我会晓的语言，啊，我的手遮就是打我今仔日想要练习的语言。比如讲，我可能遮我着打迄个中国语啦，我着打英语啦，啊，我手几只我着打西班牙语、西班牙的国语，
安尼，咱伫现场咖啡厅交流的时阵，迄是一个咖啡厅。伫咖啡厅交流，大家当去做自由自在，找你想要开讲的对象。啊，你就看到，这个人想要练西班牙语，我会晓西班牙语，安尼我来甲伊开讲。啊是，若是对方会当主动来找你，你嘛会当主动去找对方。好，你若是一个人无法度练习的话，我感觉语言交换是一个真好的场所，真好的练习方式。毋过有当时语言交换就是我的经验啦，就是有当时会向长去，长一段时间，搁向恢复。所以，若正经要语言交换，可能你爱家己规划一个较接的一个时间，还是讲有一个迄个时间表，你甲对方约好讲，咱逐礼拜可能，还是逐2礼拜约出来，咱来啉咖啡，吼。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会当补充分享互大家，你爱互家己较放松的。就是你若伤紧张，有当时啊，你就会去，你会想袂出来。明明你拢准备好啊，结果去到现场，你足紧张的，啊遐你明明背好的单字，今仔日想要来练习的单字，拢袂记了，安尼就无效果啊嘛吼。所以咱才会讲语言交换的场所，还是讲你甲同学练习的场所，你尽量去找迄种较轻松的、较自在的，啉咖啡也好啦，还是出去佚佗也好，出去行搭也好，去踅街嘛好。而且踅街做侪物件通看，像我有当时啊，家己去踅街买物件，啊，百货公司嘛，百货公司啊，就看到，咱就会当来练啊，价踅store，还是价机咧踅后啦，你即马想要创啥物？还是讲你去买衫裤，买好啊，啊，即马咧无其他的安排啊，还是咱去遐看卖，安尼，遮个物件你试看卖，用迄个方式来表达。好，所以拄则真正的经验，大学的时阵甲同学分享，甲同学练习。啊，搁有我家己去参加语言交换、语言咖啡厅的迄种交流活动，嘛分享互大家知影。各县市我会记哩拢有，所以大家会当上网络去找看卖。啊，另外是 Facebook 顶悬嘛有足侪即款社团，你会当去查看卖，看敢有，你可能拍关键词就有啊，看是要拍语言交换，还是 language exchange， 可能都有相关的社团啪走出来安尼。好，安尼以上的分享多谢。感谢凯旭先生。啊，我拄则阁有咧讲座内底听到一个先生介绍，我感觉足重要。毋过我嘛足毋知影要安怎学习的所在，就是用台语的思维来学习台语。亲像有时阵要讲话，也是想要表达家己的想法。毋过头壳底出现的拢是中国语。安尼，敢若就毋是用台语的思维伫咧思考，安尼是要安怎？就是想要讲，啊，毋过头壳底毋知影要安怎甲讲出来。真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足侪人拢会拄着，我家己之前嘛拢有拄着。我感觉这个方式会当解决的办法咧，当然第一步像我会想到是去抄书店，我就去抄书店，而且书店你爱去抄迄种有例句的，就是你有迄个例句走出来，互你知影迄个词要安怎来用，要放伫倒位，因为咱语言拢有语法嘛，所以有当时啊，像英语可能是主词、动词、受词，啊，毋过也是你今仔日若要倒一个形容词入去，你形容词就是放伫受词头前，还是名词头前。那个西班牙语毋是啊，西班牙语是甲形容词放伫名词后壁，也就是讲放伫迄个受词后壁。啊，这就是语法的差别。所以你你若是拄着安尼的情形，我头一个是想到的方式，就是去抄书店，而且爱抄有例句的书店。好，啊，像即马台语的资源，虽然讲足济，毋过无够济。啊，咱若拄着安尼，咱知影中国语要安怎讲，毋过台语的表达方式毋知影要安怎。第二个方式，咱去看 YouTube 看相关的影片，你去抄相关的影片，直接用 Google 来去拍迄个关键词。像我之前有当时啊，我伫做翻译的时阵，还是讲我伫向生活中甲家己开讲，啊，甲家己讲到一个坎站，想袂起来某一个词要安怎讲。我就会去 Google 拍，什么的台语安怎讲，吼，啊，伊就会找出足侪可能相关的网页，
啊，你就甲点入去找，有当时会走出新闻啦，有当时会走出迄个一寡书店的网站啦，有当时会走出别人的 YouTube 啦，拢好，啊，你就是会当去去参考遐语术的用法，这是我家己感觉讲会当训练培养思维的一个方式。啊，你若是学着迄个语术了后啊，你就尽量用迄个语言来学，就是来记。就是你莫学着即个语术了，比如讲像迄个，好像拄则迄个后头厝迄个例好啊，就我今仔日学着后头厝，我就莫讲吼娘家，就是后头厝，就变做讲你会当有娘家即个词，毋过迄是你头壳内的迄个中文区迄个词，抑毋过你后头厝，你爱家放伫台文区即个词，吼台文的即个区，吼啊你的这边哪做着哦？我敢若会当讲，就是加练心的，就是你加去听，啊有爱培养家己有意识，知影讲，你即个词是啥物语言的词，啊头壳伊会替你，大脑伊会替你做分类安尼。以上这是我的分享。感谢凯秀先生啊！伫线顶有朋友拢有诚侪问题，我想讲，我搁来小解一解咱台文博览会的时间，嘛会使互凯秀先生咧即段时间小休一下，搁互线顶的朋友会使搁复习一下，搁想一下，拄则规个讲座安尼听落来，有啥物问题想要甲先生请教，安尼敢好？好，安尼各位朋友，拄则可能有一寡朋友是较慢才入来，安尼我搁来甲咱的台文博览会咧做啥物款的事工，我搁来小解一解，互大家知影。好，安尼大家应该有看到咱的台文博览会今仔日的即个讲座是2026年的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经典迄个讲座。那即个讲座咧，主办单位有高雄文学馆，佮有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咱的品牌是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咧，逐个月拢会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课程，佮有台文读册会。3月有啥物款的活动放送？2礼拜咱拢会举办一届，伫咧拜四暗时7点半到9点半，有和作家单类的作品开讲的讲座。讲座是由吴家明、夏美先生头1点钟来讲单类先生的作品，分帖台文通信内底单类先生的作品。第2个点钟会做伙来开讲，欢迎有趣味的朋友到高雄的鼎汉册房，咱会当扫边仔的即个 QR code 来互位。咱的讲座今仔日就是其中一个生活书写就是文学的经典。过来，明仔载拜一暗时8点到10点是找台语2点空新网站的线顶发表会，咱会使学习找台语新版本要安怎使用。讲者就是咱的台文家时面总铺师吴夏美先生。下骹的 QR code 欢迎有趣味的朋友会使扫来互位。咱3月21拜六下晡2点到4点有新册发表会，作者是拿春水先生。这本册叫做《为无到有》，为无到有的影热。对谈的对象是这本册主编陈金花先生，欢迎有志互位来参加。咱逐个月第2甲第4礼拜一
暗时8点到10点，拢会有台湾文学读册会。即马咱咧读的是台湾中生代的作家杜信良先生的小说《放毒》。即本小说伊是汉字甲罗马字乱写，所摆若是朋友还未有白话字的基础嘛，袂要紧，咱会使做伙来读。逐礼拜三，咱是有找台语读册会，为暗时8点半到10点半。现主是咱咧读的是阿凤仪的《五度空间》。这本册作者是张玉凤教授。张玉凤教授，伊嘛是台语白话小词典，佮有中台字词典的作者。这本阿凤仪的《五度空间》较特别的是，伊逐页新的版本拢有 QR code， 会当扫入去内底，听着朗读。逐篇拢足短，嘛足趣味的，真适合有白话字基础的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读。咱春天的丹雷乡树保健读册班，为3月初5起稿，到5月28，随时拢欢迎新友志加入。丹雷先生是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作家，乡树保健阁是伊重要著作的其中一本。伊是头一本用台湾的白布做中心的乡土大河小说。所摆若是对台湾文学有兴趣，也是头摆咧熟悉台湾文学，非常推荐大家来读乡树保健。咱4月到6月的时阵，会有那春水台语小说写作班，请期待咱到时阵的资讯。咱台文博览会嘛有协办活动，咱甲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有5个读册会协办，台湾念歌读册会、丹雷台语文学读册会、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绘本读册会，佮有俗语读册会。即几个读册会拢足趣味的，有兴趣的朋友请到因的卖奖页参考资讯。以上是咱台文博览会咧做的事工，欢迎大家甲阮支持，咱做伙来吹杀台语，发展台语文的生活化，佮有正常化，会当一届的单届的5摆的寄付赞助，嘛有定期定额的赞助，互大家参考。好，刷落来咱就是Q&A 的时间，咱就搁甲时间爱交互凯旭先生。在这进前，我来看线顶的朋友有提出啥物问题？有一个阿秋伊是讲看17摆练认字，伊感觉即个方式真赞，伊会来试看觅。多谢，系啊，就是进前学长，迄个我迄个朋友甲我分享到的，就是我就感觉袂歹，安尼互家己加有自信啊，莫感觉讲你敢若看2-3摆，安尼3-4摆，拢伊就记袂起来，甚至甲你想讲无即回事。有一个吴玲讲要请教，敢有用英语读本，用英语甲英语讨论会，这是伊的问题。好。英语的物件资源足济，因为目前是全世界的共同语嘛，所以你若是要伊的讨论会，也是一寡读本的部分啊。我拄则有找到一寡，像我家己真爱看的一个节目，就是 TED，迄个 ad， 我有放伫迄个 YouTube 的老的式，迄个 TED ad 就是 education 的意思。TED 就是伊内底有足济电影片，拢差不多4-5分钟安尼尔短短伊用迄种漫画的方式甲伊画出来，甲你讲一寡简单的物件，
吼，用简单的方式，甲你来讲一寡迄个简单的概念啦，是讲简单的知识，吼。好啊，即个体力分享互大家，你会当直接伫 YouTube 找关键词写 TED 啊，一个秩序啊，再个 ED 安尼，吼，你就当找到因的频道啊。啊，第二个我有分享的是故事，英语故事，叫做 The Fable Cottage。The Fable Cottage， 伊内底就是拢是迄种故事，包括着咱细汉听过足侪摆迄种故事，爱是用英语来读，英语来写，嘛有网格，所以应该是会当入门款的迄款的，嘛是足自然环境会营造去做迄种资源吼。啊，过来就是迄个啥物啊，Studio Classroom 这个部分我想要特别分享是，阮国中、高中迄个时阵，学校拢有订杂志互阮。啊，我是读私立学校，所以迄个时阵，阮敢若是7点外到学校的时阵，阮拢会先听英语的杂志，啊，就有迄个有人会去放迄个英语的 CD， 阮就甲杂志掀开，啊，就开始对咧听。伊内底有2种 Studio Classroom， 因做了真有路，而且因遐的文章拢是外国人写的，所以你应该会当学着较正港的英语的表达方式。啊，就是因有内底有2种无共款的音档。第一种是单纯念过，啊，你单纯念过，这就会当起来练习吧。单纯念过的话，你会当直接对，看是用拄则的 shadowing 对咧念，像你是迄个外国老师的影的迄种感觉，对咧念。第二种就是用 echo method， 就是你听了后，你小停者，你是暂停，试落了后，你就先头壳内底想过，想了后，你再讲出来。吼 ，echo method 2种拢会使练。啊，第二个音档咧，就是伊是解说的音档，所以伊会针对这篇文章，今仔日来读的这篇杂志内底的文章做解说。内底的解说包含着啥物咧？包含着单字 vocabulary 的补充，啊，佮有包含着一句话要安怎来表达。伊嘛会解说着一寡较可能伊会经1-2个语法。啊，针对这个语法来做解说，啊，佮提供问句。啊，内底佮有一个叫做 Info Cloud。Info Cloud 就是伊佮会甲一寡延伸补充的物件，甲伊放伫内底。啊，你会晓听着讲，这项物件原来佮有可能文化上无共，所以因有无共的表达方式，还是讲因为文化上无共，所以做法无共安尼。所以 Studio Classroom 嘛是。真推荐互大家会当来用的资源。啊，因的迄个我互你的网址，我即马会当分享互大家看卖，操作一摆互大家看。好，安尼请问大家敢有看到我的画面？有吼，好，就是你拍 Studio Classroom 入去的时阵，伊会走来因的首页是安尼。啊，因即马有3个无共款程度的杂志。第一个叫做 Let's Talk in English， 就是大家讲英语。啊，应该有迄个做者友志在座知影讲有一领衫顶外写大家讲台语嘛，迄就是为即个idea 来的吼。大家讲英语 Let's Talk in English， 这是上初级的，啊，过来空中英语教室就是 Studio Classroom， 这是较中级的。啊，过来 Advanced Studio Classroom 就是 Advanced 是较高级的、较高级的，所以你会当看你的英语的程度，你想要看对一款程度的杂志，你当去拣。刷落来咧，伊只 No Lessons Today， 伊的 lesson 就是我拄则讲的，伊的解释英语的迄个部分，啊，伊是拜1到拜5拢有节目，拜6礼拜休困。所以你若有买纸本的杂志，还是讲你有买杂志的电子册，你会当甲。逐工可能播者10分钟、15分钟，你就甲伊拍开，啊，甲即个节目甲伊点落去听，伊就会豆豆一句话一句话带你来分析，还是带你来读，啊，你两对咧念，这嘛是练着你的口语甲听力，啊，你咧看遐个听伊解说时阵，你就去练着语法，啊，佮有去对遐个单字有一寡印象，所以这个方式嘛是推荐互大家。因共款有一个 YouTube 节目，所以因会当去 YouTube 找因的节目来看。好，啊，这是3种。
我真正的惯势是我会去买纸本的，因为我介意现纸本，就写字伫顶悬，所以大家当先去册局找纸本的杂志，看卖讲对一款杂志的排版也好啦，还是伊的主题也好啦，还是讲伊内底英语程度，你看有倒一个程度的，看有倒一个级数的，你当先为迄个级数开始做练习。所以以上三个资源会当分享给大家。嘿，这是我真正学英语的一寡心得，因为学校其实嘛有互阮足侪资源，即马有足侪 podcast 嘛 ，podcast 嘛足清的，所以你嘛会当去你 podcast 找相关的英语的资源，应该有足侪。你会当拍关键词，拍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安尼应该会当啪找出足侪物件出来。有的 podcast 伊可能是用讲文章的。有的 podcast 可能是用开讲的，有的 podcast 可能是用迄种讲故事的，拢无一定。你会当找你上喜意的方式落去看卖，落去做英语的学习。好，安尼，买多谢。安尼，凯休先生，我拄则阁有想到一个，伊是规模较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咱的凯休先生的题目是替家己去做语言进水的环境嘛。若是咱其实若是50当前，还是80当前，其实咱就袂有即个需求，讲需要去做一个进水的环境，因为咱的4箍链长，咱的周边的人可能就是咧讲台语。所以即马我的问题是讲，有时阵咱咧讲台语，人可能互咱的态度，因可能嘛会感觉是安怎，你要安尼做。也是讲，嘛是足侪人毋知影台语有文字，也是伊看到咱咧写的时阵，伊有无共款的想法，伊会感觉台语讲甲听就好啊，是安怎爱有文字，你安尼写，就是增加学生的困扰，也是因嘛有无共款的想法，即种规个社会普遍着大家对台文、对台语的即种态度是要安怎来？讲改变可能是无可能靠一个人改变，讲咱要安怎来面对咱家己咧实践的时阵碰到的一寡情形咧，感谢。好，这个部分当然拄则先来讲的，一个人可能无可能改变规个社会，毋过今仔即个主题安怎替家己去做即个语言环境，我感觉会当就是为家己做起，要安怎为家己做起咧？像我即马若出门啊，我一定是讲台语去甲外口的人对话。足侪人的印象，我先讲第一点，足侪人印象就是讲，台北人台语一定较烂，会讲南部人台语一定较好。要毋过我去台北佚佗的时阵，我嘛是拢讲台语呢，因嘛拢听有啊。而且足侪时阵，因为即马大家可能一寡惯势的动作，拢变做一种习惯啊。所以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讲，我去7-11，我就用 Line Pay，即个 Line Pay 我就开出来，伊就知影我要创啥。有当时我就可能想要讲话，我就佮加一句，汇完再句 Line Pay 安尼，因就知影因听着关键词，这就是这嘛是一种方式啦，听着关键词 Line Pay 好，因可以佮加问一句会员载具，或者讲有加安尼，所以这样物件变做我的一款惯势的动作，甚至你会当用比手画脚的方式，你用记的，你用模仿的，你用迄种要讲任何方式有法度互伊理解，也毋过是用你家己的语言，用台语来互伊理解的，我感觉拢是一个袂歹的方式。像去台北是安尼，我买物件我嘛是直接甲伊讲台语。进前我去买小仙草，结果迄个小仙草担。头家娘听有，迄个妹妹听无，迄个时是头家娘也无闲，妹妹咧服务人客，我就过去，我就讲你好，我要一杯小仙草，妹妹就顿定，伊就规个人停伫遐，我伫遐买手机嘛，我想讲那会无动静，结果迄个迄个伊就讲伊规个面就硬起迄种感觉哦，我就讲一杯小仙草，一杯安尼。迄个头家娘就听着，因为
伊就行来头前甲伊讲，用中国语来讲，一杯烧仙草安尼。我就想讲，吼，是正经听无还是安那？要毋过尾啊，听到伊讲谢谢迄两个字，敢若有腔口，所以应该是外国学生。我以为应该是外国学生，敢若是因为我感觉伫台湾讲台语是一件做正常的代志，所以对我来讲，我去买物件，我就是拢用台语来甲伊讲。嘿，佫有一摆是我去买披萨的时阵，因为迄摆数人有活动，我是负责订餐的迄个人，我就去买20盒的披萨，我是买迄种个人的，所以一人1箍。我去买时，我就嘛是一开始甲伊讲台语，讲，我就毋知影是安怎，我就尾啊转做中国语，转做中国语，颠倒讲袂认得。迄时我就讲，我就中插一句话，要安怎讲咧？我就开始转做台语啊，迄店员其实嘛听有，所以我尾啊就甲店员都自然用台语对话，甲用台语甲伊讲我的需求是啥物，要拍统一编号啦，是这个物件可能鸡肉口味的，要配啥物副餐，是要配啥物凉的，是迄个素食的，要几粒，要加啥物凉的安尼，但是做自然用台语甲讲，所以这有一个方式会当分享互大家，我感觉是一个袂歹的方式，就是你会当英语叫做 buffer 就是迄个要安怎讲，互中插入去的迄句话，这我台语嘛想袂起来要安怎讲，就是讲我去买披萨点菜的时阵，我用中国语解说袂认得，我就插迄句 buffer， 我迄句要安怎讲咧？即句话就是 buffer， 你甲迄个 buffer 甲伊插入去了，转做你家己认得的语言，对方就会去互你看过。这是一个方式，这是我真正常常用的方式。我感觉逐摆拢有成功，所以会当推荐互大家。若是正经迄种做无优先的哦，我可能就心内甲伊干掉安尼，就转做暂时转做中国语甲伊讲啊，系啊，因为你讲正经要完全听无，敢若嘛无遐尔，就是无遐尔完全听无。因为正经我都有听到我的朋友，伊就做厝伊去图书馆，可能伊看较少年，伊就甲迄个图书馆管理员甲伊用台语问代志，问伊就先哈顿等者，再搁用中国语甲应，结果尾啊来伊就离开嘛，伊就去边坐，尾啊来一个乌里桑。迄个管理员就直接做主人用台语甲讲话，我迄个朋友煞讲起说，奇怪拄则那发生什么代志？迄种感觉，所以就像正经网络上有人咧讲诶，台语 WiFi 甲开起来，有当时咱台湾人有一个惯势，就是咱听到人咧讲话，第一句话先讲哈，就算你听有迄个语言，第一句话你嘛是哈。所以有当时你下的时阵，你莫纠气，莫当作讲，迄个人是听无台语也是安那，伊可能敢若是台湾人的关系尔，所以你搁讲一摆，像迄个时阵我，就像任何场合场所拢会当安尼用的吼，所以鼓励大家勇敢甲迄个 WiFi 开起来，若正经迄做无优先的，你就甲伊祝福伊迄个赛车拢无停车位，逐条路拢红灯就好啊。就是安尼，系啊，所以为家己开始做起你若咧报电，我目前感觉上算严重，就是讲较有问题是，因为即马做侪公司做侪店家拢有会员嘛，拢会当扣点嘛，所以报会员电话的时阵，数字是一个较接拄着的问题。我真正去测局，伊就讲有会员电话吗？我就讲0927，伊就讲好0917，我讲毋是0927，好，伊就嘟0917，我讲毋是，迄后壁有人咧排队，我就想讲好，我嘛咧赶时，我嘛有代志，我无想要浪费你时间，嘛无想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就毋知影啥，我就转做英语甲讲，台湾人英语电得更较好，我甲伊讲0927，伊就0927。就拍出来，我想讲，发生什么代志？就是有当时数字，我感觉是一个可能较有挑战性的部分。毋过，大家人嘛是会使先甲讲出来，先讲才个讲，就是莫惊伊去互
我感觉即个莫惊犯错是共款赞厝共款理路的代志，就是莫惊去用安那，还是去用批评，你就先讲嘛。啊，对方有当时会讲干嘛啊？讲什么台语啊？你就讲，我有当时会开讲干嘛啊？讲什么中语啊？迄种想要甲抢登去的迄种感觉啦。所以共款你去想迄种上歹的情形，可能是安那。上歹的情形可能就是去用抢，啊，你的心内甲干掉安尼，这是我的方式，所以甲大家分享嘿。好，啊，毋知感觉有啥物问题无？感谢凯耀先生，我感觉敢若拢是心理的建设较困难，因为伫台湾的教育环境，就真正足惊犯错的啊！咱什么语言，就是拢会感觉哎哟，无就是要先开喙讲正经，搁爱甲人回实咧讲实咧，我某某语言非常无好。啊，对方就会讲，无，毋过你即句已经拢是用迄个语言啦，我感觉你讲了真好安尼。对啊，对啊，无你着甲想，我感觉这部分就是像你讲的心理建设的部分，你爱做好势啊，这要安怎做？这其实需要时间，啊嘛需要练习。就像今仔日台湾又然是暂时搁要求中国去偷的环境嘛，所以今仔日外国人来到台湾，伊甲咱讲中国语，你会感觉讲哦，你中文讲得好好哦，要毋过其实就是讲遐上基础的话，而且伊讲的遐上基础的话，是咱做囡仔在讲的话。所以这又搁甲拄则连接做伙啊，咱咧学语言，咱就是家己当做语言红个仔来看，咱就是用迄种上简单的方式，毋过人听有的方式来讲，安尼就好啊。所以做这样，我想者哦，我敢若进前伫国外还是倒位有拄过即款状况，啊，对方就是感觉家己英语无好，啊，伊就是先用英语来讲，哦，sorry my English not so good 安尼，啊，用个就是可能嘛会当讲台湾人客气啊是安那，毋过你着即个我感觉即个回事咧，其实是会当先甲伊开掉，先甲摕掉的啦，吼，无需要安尼，有当时啊，就是直接讲得好啊，吼，这是较要紧的，系啊，多谢多谢。安尼，我阁想要请教一个，就是凯耀先生是咧啥物款的机缘去感触着讲，甲家己的母语阁讲转来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自你细汉的时阵，迄阵咧学校是学英语，啊，大学阁学西班牙语，看起来是真有可能就是咧国外发展，也是阁发展其他的外语的即种，就是会感觉讲，真趣味，你是安怎哪会去想着讲啊？我要搁转来读台文所，啊，我要来教台语。多谢你的问题。其实迄时阵算是会当讲觉醒的语言，就是对我来讲，一项语言爱你正经学会晓一项语言，你是爱具备伊的听讲读写四种能力，就是拄则讲的听讲读写四种能力，你真正爱学会晓这一项语言，你是爱有这四款能力的。所以我迄阵就想讲。中国语有啊，听讲读写；英语有啊，听讲读写；西班牙语嘛有啊。台语我煞干那会晓听甲讲。啊，我迄阵我虽然还袂学着文字，也毋过我一直相信台语有文字，就是我嘛毋知影，就是我着一直相信台语有文字。啊，我着伫台北食头路，迄阵我住伫中和，我着上网络去找，我讲好，安尼我一定爱甲台语即个能力听讲读写嘛，甲伊区别起来，我甲伊完比起来，所以。我就去找台语相关的课程，啊，拄好中和社区大学都有相关的课程，我就去报名。而且我的同学大家拢都厉害，大家拢是40、50岁、50岁迄种的。啊，当然嘛有少年的嘛有迄种20、30岁，毋过就是时代较济。啊，大家拢有法度甲罗马字学起来，我就想讲，对啊，啊，大家拢遐认真啊，对无？啊，我嘛爱搁较认真的。啊，我迄阵做好运的是，我的罗马字。后一礼拜我就拢记起来啊，是安怎？因为我有学过西班牙语，啊，台语的发音甲西班牙语
一模一样，正经是一模一样，甲各位鼓励一模一样。所以你学台语，你会当学足侪其他的外语。这时我特别讲英语是来乱的，但是英语的发音甲台语完全无，甲其他的欧洲语言其实无共，所以有当时会学到尾啊，会感觉英语正经是来乱的安尼。好啊，所以要互大家知影讲，你学台语绝对是有优势，而且伫你未来，拄则我伫开讲室内底嘛有看到阿秋讲，伊想要学越南语，会当去甲大家讲，越南语的发音甲台语嘛足像的，真正足像的。迄天我有一个阮数学会办一个迎新的活动，啊，阮即学期有一个新的越南同学来，伊就炸欧米亚给来互阮，伊就炸因越南的双牙歌。伊一包互我就看咧，看顶悬，伊写XOAI， 啊顶悬是迄个第3条的迄个符号，啊后壁佫写 SAI 第5条的迄个符号，吼，啊我就念出来，我就念帅帅，啊伊讲，伊就目睭听啊足大，伊讲，哈，为什么你会？我讲，因为我会晓台语啊，啊伊讲，伊就哈。是哦，你好厉害，你会好多语言哦。我讲无，我敢若是会晓台语，啊，家己念出来尔，而且声调嘛是一模一样的。哦，啊，佮讲到台湾客语，客语的罗马字，你嘛有法度，你若会晓台语的罗马字，你客语看到罗马字，你嘛有才调家己读出来。好、哦，啊，越南语嘛是安尼，啊，拄则讲到甲西班牙语的发音嘛相像，所以你学其他的欧洲语言嘛是真优势，嘛是真有好处的。好啊，想到来讲到遮。哦，是安怎学倒转来？就是迄阵社区大学老师除了教台文、教罗马字，伊嘛有讲到一寡台语的历史，所以我就向感觉讲，原来台语即马遮危险，台语即马要翘起啊，安尼要死翘翘啊，安尼我爱来做一寡甲台语，就是推荐台语的工课，安尼。啊，我进前大学有做一份头路是英语的囡仔剧场。啊，因迄英语囡仔剧场就是囡仔来参加剧场活动，因是直接甲外国人互动，所以遐囡仔足侪拢是4、5岁啊，足侪拢是1、2岁就开始来参加，参加到4、5岁、5、6岁。因4、5岁、5、6岁囡仔有法度直接甲外国老师对话转英语，所以我就感觉讲台语一定嘛会当安尼做，只要是语言拢会当安尼做，所以我迄阵我就有即个想法。啊，我想讲，安尼台语爱搁较强诶，啊嘛拄好搬倒来台南，啊熟悉着金花老师，啊老师嘛鼓励我去考研究所安尼，啊所以就是足侪线，宇宙着甲遮诶线拢牵做伙，啊甲你牵到一个你适合你诶所在安尼，所以迄个机缘是安尼，是上起头，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语言拢爱有听讲、读写、写诶能力，啊我想要甲台语诶即个读写诶能力该捡倒来，该找倒来，该买当讲该就是有即个能力就对啊，吼，所以开始去找课，后壁遮个代志才做伙拢牵出来，嘿。感谢凯孝先生分享，安尼拄则听起来，感觉学台语加有足侪信心诶。感觉若是学台语，阮阁会使去学西班牙语，也是越南语，也是其他，其实甲台语诶发音较接近，可能阁比英语较接近，安尼真正信心增加足侪。真诶。以早学英语，感觉学英语遮尔困难，着感觉我英语拢学袂晓啊，我即摆搁爱转来学台语。啊，毋过拄则听凯孝先生安尼讲，会感觉讲，无咱家己诶母语，咱诶台语学起来学好，颠倒是学其他语言真好诶基础，真好诶根底。今仔日非常诶感谢凯孝先生来遮，甲大家分享你是安怎去做你诶净水环境，无共诶语言，甲大家互相勉励，啊嘛分享你家己诶经验，非常感谢大家伫线顶，啊嘛感谢凯孝先生。今仔日咱诶讲座就到遮正式结束，咱后个月诶讲座再会咯。再会，多谢大家，多谢。感谢。